Estée Lauder 世紀大難題，呢兩款 cushion 要點揀呢？今條片做咗少少功課俾大家參考。先嚟資訊類，兩款顏色 Prada 有4隻色 ，Estée Lauder 有8隻色。我買咗嘅色號係呢兩個，兩款都係 Made in Korea， 一樣都係12 gram。防曬度 Prada 高啲 ，Prada 係西望型，拎粉咧會平均啲嘅。Estée Lauder 咧係傳統海綿型，西望同海綿兩款比較可以睇呢度。我自己咧係偏愛西望型，粉泡兩款都係水滴型 ，Prada 就普普通通不過不失。Estée Lauder 嘅粉泡咧反而有驚喜啊！呢一個設計咧係令到拎粉好均勻。到上面啦，兩款都有一定嘅遮瑕力，我會覺得 Prada 係再勁啲嘅，但係 Estée Lauder 絕對唔弱。Prada 係原生冇光妝感 ，Estée Lauder 係油光冇感，所以兩款妝感咧係非常之相似，幾乎一樣啊！我係混光機嚟分享用後感，列點式同大家分享一下。Prada 一上完嘅妝感咧係靚過 Estée Lauder 嘅，光感好靚，好似天生皮膚滑嘟嘟咁嘅。但係 Prada 咧去到3至4個鐘咧就會開始好乾，繼而浮粉斑駁一笪笪。Estée Lauder 咧啱啱上完妝咧係平平無奇嘅，正常自然靚靚地嘅妝感。點知咧佢嘅持妝力係非常之強，而且唔覺得佢乾。出咗少少油之後咧仲更加靚添，試過踩足12個鐘咧都勉強頂到，至少唔核突。以我瑕疵皮膚嚟講咧，好難得我可以遇到一款 keep 得咁好嘅 cushion。我都知呢兩款評價好兩極，除咗聽我講之外咧，我分別咧都問咗大家嘅意見嘅，果然真係兩極。喺 IG 投票咧 ，Prada 係稍稍跑出嘅，喺 Fresh 度咧係比較多人推 Estée Lauder 嘅。我哋一齊睇下 comment 啦，例如混光機 Prada 冇坊間講到咁神，妝感係好嘅，但係有粒粒地嘅感覺。Prada 要做好妝前保濕，喺日本用嘅時候乾到裂。溫柔機 Estée Lauder 有4分，相對保濕啲 ，Prada 係垃圾0.5分，用到一笪笪。中性機 Estée Lauder Win， 光機 Estée Lauder 完勝 ，Prada 用 Estée Lauder 舊版好用。另外仲有呢一堆分享。總結一出 Prada 嗰陣時咧，我係好中意噶，雖然佢係唔持久，但係妝感靚。我通常出街3個鐘會喺室內行走，都必定會用佢嘅。之後試完 Estée Lauder 之後，真係榮登最愛。最後講埋價錢 ，Prada 係660，Estée Lauder 係460。我嘅感想係同呢位 Sis 講嘅一樣啊，絕對係 Estée Lauder 完勝啊！特別鳴謝同我分享嘅大家，我哋下條片見，拜拜。